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、各位嘉賓、各位參加嘅好朋友、各位新聞界嘅朋友，大家好。首先歡迎大家出席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、香港武術聯會、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及香港太極總會合辦嘅萬人太極大匯演。歡迎我哋有請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由曾嘉麗女士致歡迎詞，有請尤太。行政長官、李主任、范主席、郭會長、周主席、各位區議會代表、各位太極宗師、各位嘉賓、各位熱愛太極朋友，好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特別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0週年而舉辦嘅萬人太極大匯演。太極運動呢係源遠流長，亦都係中國嘅國粹。由於我哋練習太極嘅時候呢，係唔受呢個場地嘅限制，亦都唔使輔助器材㗎，所以呢咩時間，無論係早晨、黃昏呢，都係可以睇到太極愛好者喺公園。呢個機會衷心感謝國家體育總局同埋中國武術協會、香港武術聯會、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、香港太極總會同埋多個政府部門嘅鼎力支持同埋協助，令到呢一次活動咧能夠咧順利舉行。最後咧，我更要多謝各位老師，特別喺內地嚟嘅幾位最出名嘅宗師，各位師兄師姐，同埋咧所有今日參加者，希望大家咧繼續積極參與各項嘅社區體育活動，共建充滿活力同埋健康嘅生活模式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尤太，我哋好多謝民政事務局太極大匯演20分鐘嘅太極。